因為呢個係正我哋即將進行嘅賽事係女子青少年12至24歲場次2C 嘅組別。2號艇隻嘅選手有鄭君軒，3號艇隻嘅選手有袁宇森，4號艇隻嘅選手有陳瑤，5號艇隻嘅選手有馮允淵。比賽隨時開始㗎啦，記得聽發令員嘅響安先可以出發。加油加油！比賽開始啦，睇下邊位參賽者領先先。咦，睇嚟大家都差唔多喎，而家。好，依家領先嘅係4號艇隻嘅選手，而5號艇隻嘅選手緊追其後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開始拉出一段好大嘅距離啦，唔好放棄啊，繼續努力！差唔多嚟到賽道嘅一半啦。究竟4號嘅選手會唔會繼續領先呢？2號艇隻嘅選手都唔好放棄，嚟到好快去到賽道嘅一半啦已經。追翻上去啦！追翻上去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再提一提在場嘅觀眾，今次係以計時嘅方式去進行比賽嘅，所以可以繼續幫你嘅朋友打氣，鼓勵佢哋唔好放棄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！4號艇隻嘅選手好快已經去到衝線啦。緊接其後嘅係3號、2號同埋5號嘅選手。